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2月16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2篇，出埃及记第6章2节到第9节，希伯来书第8章第1节到第7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选召。选召、呼召、选民，基本上概念都是一样的。基督徒如何看自己的呼召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因为能够有清楚的呼召，并且实际去实践的人，才是真正的基督徒。这是牧师时常喜欢提醒圣经里面所说的基督徒的真意。如果没有呼召，耶稣基督升天之前与门徒们所说的大使命就成了无用之物了。保罗所强调的，如果没有复活，那么我们所传的就是枉然的了。这个所传的是一个重点，也就是说，基督徒都是受选召来传主耶稣基督复活的福音的。上帝要解救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是为了要实践他自己给了亚伯拉罕的应许。虽然我们知道在埃及的以色列人为数众多，要解救带领他们逃离法老王的手，其实并不容易的。但是如果摩西可以的话，难道上帝不行吗？在逻辑上，上帝根本不需要人来替他做事，不需要由摩西来带领以色列人。上帝不曾向住在埃及的以色列人去揭示自己的名字，虽然他曾经跟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立约，但是住在埃及已经430年的以色列人根本就忘记了上帝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埃及的生活，或许在受逼迫的日子当中失去了信心。圣经说，上帝指示摩西说，我是上主，是全能的上帝。我曾对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显现，但是我从来没有把我神圣的名字启示给他们。我曾经与他们立约，应许把他们寄居过的迦南赐给他们。现在我听见了以色列人因埃及人奴隶他们而发出的哀求的声音。我记起了我的约，所以去告诉以色列人，对他们这样说：我是上主，我要搭救你们，从埃及人的奴役下释放你们。我要伸出大能的手，大大的惩罚埃及人。我要拯救你们，我要把你们当作我的子民，我也要做你们的上帝。当你们从埃及的奴役中获得自由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我是上主，是你们的上帝。我曾经应许过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所以我一定要把你们带到那块地，以那地作为你们的产业。我是上主。摩西把这件事告诉以色列人，但是他们不听他的话，
因为残酷的奴隶生活已经使他们丧志。我们看见圣经这样说，但是他们不听他的话，因为残酷的奴隶生活已经使他们丧志了。他们对生活没有盼望，对上帝没有信心，因为他们忘记了上帝还存在，能够保守他们。他们对摩西没有抱着指望，但是我们看到上帝的奇妙作为，他呼召了一位看来很不可能的人物摩西。摩西是一位80岁的老人，他是曾经统治以色列的埃及王子，他又曾经因为杀了埃及的士兵，被埃及的法老王追杀。对于以色列人来说，他不但是陌生的，更是可恨的对象。上帝选召这样的人来领导以色列，从人的眼光来说是行不通的。但是上帝就是这样子一位在旷野开道路，在沙漠开江河，在不可能的当中行神迹的上帝。上帝选召了摩西，这样一个不可能的人选，来带领一群乌合之众出埃及，逃难，逃离苦难，离开受奴役之地。很多时候我们认为上帝要我做这个服侍那个，哎呦，不可能啦，我不会啦。耶稣基督受上帝的选召、差遣，为了世人的需要而降世，成为救赎所有愿意接受他的人都能够得救。同时他自己也成为献祭的代罪羔羊，也成了大祭司。希伯来书第8章这样的说道，我们所讨论的重点是这样的：我们有这样的一位大祭司，他坐在天上至高权力者的宝座右边，他在至圣者公职当大祭司。这圣所不但是人手所造，而是主所建立的真圣幕。每个大祭司都是被任命来向上帝献祭、献礼物和祭品的。因此我们的大祭司也应该有所奉献。如果他是在地上，他就不可能做祭司，因为已经有按照犹太法律来献礼物的祭司了。这些祭司所做的不过是天上圣幕的副本和影像。但如同摩西要建造圣幕的时候，上帝对他说：你所造的都要依照在山上所指示你的模式。但现在基督所接受的祭司职务比他们优越多了，正如同他在上帝与人之间做中间人的约是更美好的，因为这约是根据那更美好的应许而立约的。如果一个约没有缺点，那就不需要有第二个约。耶稣基督受选召来成为上帝的第二个
没有缺点的约，而他的降世死而复活，却也是超乎人能够想象理解的。但是上帝却借着耶稣基督成就了。不但如此，因为他的完全，使得这一位大祭司的献祭能够一次完成，成为真圣所，赐下更美好的约，使我们能够因他活着而得救赎。诗篇第2篇。列国为什么妄图叛乱？万民为什么虚幻策划？他们的王侯蜂拥而来，他们的执政者一起筹谋，要攻击上主和他所选立的君王。他们说，我们来挣脱他们的束缚，我们来推翻他们的统治。上主从天上的宝座发笑，他讥笑这些人的愚蠢，他在烈怒下告诫他们，在气愤中使他们惊惶失措。他说，在锡安我的圣山上，我立了我拣选的君王。那君王说，我要颁布上帝的命令。上主对我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天做了你的父亲。你求，我就把列国赐给你，全世界也要归属你。你要用铁腕统治他们，你要粉碎他们，像粉碎瓦器一样。王侯们啊，要谨慎；执政者啊，要受教，要以敬畏的心侍奉上主，战战兢兢，匍匐在他面前。不然，他的震怒急如星火，你们要突然死亡。向他求庇护的人多么有福啊！感谢上帝选召我们，使我们蒙恩得救，也让我们蒙受呼召来跟随基督，学习来使人得益处，使我们能够荣神益人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